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叔，今天是2025年5月11号。这一期咱们聊一个比房地产还惨的行业。房地产自从恒大暴雷以后，可以说这4年是一年不如一年，一年比一年惨。但是还有一个行业比房地产还要惨，只不过它没有房地产这么在 GDP 中占比这么大，所以不被大家重视，大家容易忽略。但是要论惨，那它绝对比房地产要惨。那是什么行业？它就是钢琴行业。这个钢琴行业惨到什么程度？一年时间7000多家关门倒闭，倒闭的数量远远超过房地产行业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钢琴行业经历了一场乌托邦坍塌，仅1、2线城市一年就有7000家琴行关门。聚焦到上市企业龙头公司珠江钢琴，前3季度净利润暴跌90%，海伦钢琴更是一年亏掉近1个亿。要知道，钢琴也曾是中国产业经济的骄傲，仅珠江钢琴一家之力就垄断了全球超过1/4的钢琴市场。全球1/4，这个不是闹着玩的。现如今，售价达6.8万的钢琴界贵族雅马哈挂在闲鱼上，连5000元都卖不出去。家长更是苦笑，钢琴占地2平米，按小区如今的房价，这2平米已贬值15万元，相当于每天倒贴20块，养着一堆会占地方的废铁。这个我也有发言权。为了孩子学钢琴，咱们也买过钢琴。你要说房价什么腰斩、膝盖斩，那这钢琴不知道叫什么涨，关键你还卖不了。中国人不爱钢琴了吗？这个市场到底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魔幻历史？这个大起大落比这个房价还要厉害。中国式的狂奔加分政策催生千亿泡沫。1950年寒冬，北京东单冰茶胡同5号弥漫着焦灼的余气带，30名乐器工匠围着一台由8000多个零件历经170道工序打造的钢琴，屏息凝神。当第一个音符穿透狭窄的车间，大家激动地相拥而泣，新中国第一台钢琴就此诞生。但接下来很长一段时光里，钢琴作为资产阶级乐器长期处于边缘地带，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，中国钢琴产业才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，形成了现代化规模的生产线。行业爆发的转机蛰伏在2001年，珠江钢琴成为首个加入国际钢琴制造商协会的中国品牌。中国钢琴制造技艺历经半个世纪的锤炼，终于追上了世界水平。真正让钢琴产业进入狂跑赛道的，也就是快车道，是同期各地推行的艺术特长生政策，规定在钢琴考过9级，中考直接加10分。钢琴这个在传统西方世界彰显阶级身份、高雅品味的符号，来到中国后质变成走捷径升学的硬通货。实际上我认为加分是一个原因之一，说不定还是个比较主要的原因。但是咱们推行的叫素质教育也是一个主要原因。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经济发展了，家长有钱了，有条件了。我们接着往下看，他说相当于白送一道数学大题，砸锅卖铁也得让孩子学。北上广深每一栋居民楼里，一扇扇窗户里飘出哈农指法练习旋律，交织成一曲喧嚣而急切的乐章，透射出中产家庭对文化资本那近乎狂热的追逐与渴求。我曾经也是经历过这一切在生产技术提升与加分政策双重催生下，珠江三角洲、长江三角洲以及北京等地的钢琴产业规模迅速膨胀，形成了庞大的产业集群。这其中，浙江湖州洛舍镇就从漫天沙砾、尘土飞扬的矿区化身一个优美的中国钢琴之乡。洛舍很小，小到全镇只有一条主干道，但是洛舍的钢琴产业链很大，在这条主干道上，你能找到钢琴任何一个部位的零件生产商，从木材预处理到成品调试形成完整闭环。驻扎如此的中小琴厂，30天就能组装一台立式琴，产品远销法国、俄罗斯、荷兰等国家和地区。无数个洛舍镇缝纫起中国钢琴产业的地图。到2017年行业巅峰期，
中国钢琴年销量突破40万台，远超美国同期每年约3万架的销量。中国也成为全球钢琴制造大国和国际钢琴消费主要市场。他说，危机出现，300%暴利下的行业失序。中国钢琴产业制造出世界第一的同时，也留下了横生的行业乱象，数百万台闲置钢琴和一代考完试级再不碰琴的年轻人。尽管我国钢琴制造商众多，但市场份额被珠江、海伦等少数几家头部品牌严重挤压。数据显示，全球4台钢琴中就有1台产自珠江钢琴。该品牌连续15年全球产量第一，中小品牌在寡头格局下生存艰难。加上钢琴制造工艺复杂，设计木材处理、机旋机设计、音色调制等诸多专业环节，普通消费者缺乏鉴别能力。这时繁荣背后畸形的产业生态悄然滋生。首先是国产钢琴品牌开始披上洋马甲，那些声称源自德国的百年钢琴品牌，可能就是你家隔壁的小作坊内诞生。这个我想各行各业都一样，除非我们造不出来，我们只要能造出来的，那一定是洋品牌，这造不出来那没办法，各行各业都差不多，假冒伪劣嘛。据澎湃新闻报道，自诩为诞生于德国莱比锡，是专业大师的钢琴中的王，某品牌钢琴，其官网配图堪称移花接木的典范。这就不说了，反正总之它是造假，连剑桥大学都惨遭 PS。明明是一个小镇上一个家庭作坊造出来的钢琴，他非说它是德国百年品牌，哪个教堂或者哪个修道院指定使用品牌，实在不行他就在国外再注册个公司，这不就显得更像了吗？杜撰品牌百年历史，又或购买国外倒闭品牌商标使用权，重新包装推向市场，误导消费者以获取高额利润。其次是琴行与不良琴商利益勾结，为获取高额回扣，琴行大力向学生推销假洋品牌钢琴。某钢琴老师向青岛日报透露，有多家琴行主动表示，只要介绍学生买琴，将会得到20%到30%的回扣。有琴行通过这种方式1年间销售钢琴14台，共计28万余元，最终被没收违法所得，并被罚款20万元。按照钢琴层层分销的传统销售模式，每层加价30%，有的贴牌钢琴利润竟高达300%，严重扰乱市场价格体系。最后是钢琴教育赛道在考级加分等功利性因素下乱象横生。每日人物就曾报道过，琴行里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科班出身的老师，真实专业可能是幼师，前一份职业可能是销售，花几千元参加音乐学院外包培训后，便套上学历外衣授课。考级机构明码标价通过率早已成为业内公开的秘密。在家长与考级机构的暗箱操作下，钢琴考级通过率几乎100%，考级的专业性、权威性、艺术性荡然无存。就这样，花费30万元学琴的考生，就算连拜二都谈不熟，也能轻松在中考中兑现一道数学大题的分数。花了这么多钱，也就是占一道数学题的分数，就是10分嘛。功利性退潮，从狂飙到废铁时代，不难看出，说国内钢琴产业的核心命脉不是产品力，不是品牌力，而是艺术加分的政策红利。但2018年政策红利瞬间消退，当年2月，教育部印发相关通知，点名取消艺术加分政策，一时间钢琴行业大地震。某乐器协会的副秘书长就曾谈到，学琴和买琴的仿佛一夜之间凭空消失。2021年双减政策出台，叠加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，钢琴产业彻底被大众遗弃。2023年全国钢琴销量腰斩至19万台，20手平台闲鱼上钢琴挂牌量激增300%，标价不足原价的1/10。被时代遗弃的钢琴沦为负资产，成为焦虑退出的后的残影。曾经因繁荣一时的钢琴产业腹地叫落舍镇，如今是另一番唏嘘的景象。主干道两边厂房出租告示随处可见，仓库中堆积着如山的钢琴成品。虽仍有车间自动化流水线在运转，但产出已非钢琴部件，而是全屋定制的家具板材。生产钢琴的现在已经生产家具
具去了。钢琴从声学的乐进工具回归为普通乐器，市场也需要重新学会呼吸。面对市场的流失，琴商开始谋求转型。珠江钢琴加速从传统钢琴升级到智能化钢琴，通过硬件改造、软件集成和物联网技术实现，既能保留原生钢琴的触感和音色，又能融入数字功能。单纯依靠乐器销售已难以为继，行业龙头们更是朝着音乐家的思路迭代。今年海伦钢琴表示，将继续聚焦主业的基础上，积极推广智能电声钢琴等产品，探索产品多元化发展。继艺术培训、演出、文创、家居和音响等业务布局之后，钢琴今年还将设专责文旅业务发展的全资子公司，从制造迈向教育服务，从产品延伸至文旅场景。钢琴产业正艰难从卖产品向布局体验经济转型，年轻市场萎缩，老年群体却意外成为行业曙光，也就是老年人开始学钢琴了。珠江钢琴某总代理介绍，当下钢琴市场有一个最新的特点，老人买琴学琴的越来越多，呈现出一种爆发式增长态势。根据其销售数据，2023年老年人买琴的比例达到了 38%， 而2022年老年人买琴的比例只占 10%。行业的重生需要匠心的坚守，更需要价值重构。钢琴不该只是家风工具或客厅家具，而应是叩击心灵的音乐之门。这个是介绍钢琴行业从这个诞生到火爆到乱象，到最后一地鸡毛，到现在是忙着重生。说到钢琴这行业，我还真有发言权，因为我们家孩子就学钢琴，跟很多这个城里的小孩一样。当初为什么学钢琴根本就不知道，说这个为了考试加分，这个好像理由也不足。就很多城市里的父母给小孩报这种班，他不光是钢琴，还有舞蹈，还有声乐，还有运动类的羽毛球、篮球，还有跆拳道，多了去了。钢琴只是其中之一。所以你说为什么要报钢琴？现在回忆起来也想不清了，为什么报的？为了学钢琴，那就专门给他买一架钢琴。我记得当时在北京西三环，我印象不太深了，魏公村那一带有一家琴行，在那儿买了一架雅马哈的，反正是将近5万多块钱。我们家孩子大概从幼儿园大班，反正1年级之前他就开始练了，报班。跟他在同一个医院同一天出生的是一个小男孩，正好他们俩在一个病房。那个小男孩那个家长就天天让那个小男孩练琴，好像练到4年级，我这记得不太清楚。总之他中央音乐学院的什么考级是9级还是10级，反正人家就考过了。他经常就在朋友圈里发他孩子弹琴，大概是受这个影响。我们家小孩他也学钢琴，但是他考的不是音乐学院的，他考的是那个音黄。我记得他1年级的时候要考几节，要考乐理部分。乐理部分，你想他1年级他就要学那个什么1/4、1/8、什么1/16什么的节拍，考试他连几分之一，他1年级小孩根本就不懂，所以都是我陪他去上课。我先听老师说明白了之后，我回来教他考乐理。我记得每天中午他吃完饭，他下午上课之前他也不睡觉，所以我就教他乐理，把我在学校学的1/4、1/8，简直非常残忍。毕竟不是我学钢琴啊，但是我是被迫去学啊。就这样，他居然乐理考过了，考了60多分、70分吧。但是好像2年级他就放弃了。就我看他弹琴确实是一种折磨，就他也不喜欢，每天练1个小时的琴，就是小和尚念经，有口无心。后来我一看这样，那就算了吧，这是一种折磨啊，他自己不喜欢，完了学这玩意儿，学这有什么用呢？然后就半途而废。他花在钢琴上的钱，买琴加上报课，这10几万得有吧。实际上后来我一打听，这个北京很多家长都跟我是一样的，就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去学的琴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结束了。我们具体到钢琴这个行业，它跟房地产是一样的，它既有自身的问题，也有这个社会发展的问题。自身的问题刚才已经说了，钢琴行业这个以次充好，山寨过度包装，正好它是国内这个钢琴市场爆发。这个爆发的原因有几个，一个是考试加分，什么艺术类加分，这只是之一。我觉得最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了，家长有钱了，就是条件好了，然后就稀里糊涂的就开始报班。还有一种就是那个时候提倡什么素质教育，什么快乐教育，实际上小孩学了钢琴之后一点都不快乐，素质直线下降。他不快乐，他素质能好得了吗？这样的话，国内这个钢琴市场就是高速发展，所以这个给这些这么乱七八糟的钢琴厂商提供了温床，所以他们就是以次充好，暴利。这个房地产发展不是一个道理吗？那什么时候这个国内市场不行了呢？戛然而止呢？我认为就是经济不行了。这个导火索就是双减，然后这个艺术类不加分，这当然是导火索，对吧？
吧？让这个高歌猛进的钢琴行业，国内的这个市场掉头向下，那么叠加这个经济低迷，大家收入下降。北京钢琴课一节最便宜的300块，对吧？你一周去上2节，那就600。这仅仅是钢琴课，你一个小孩怎么可能只有钢琴课呢？普通的小孩怎么得报个7、8个课？盲目消费，这在孩子这个素质教育还是什么文化课教育这一块，那家长是盲目投入，直到经济不行了，对吧？后来赶上疫情，那不是经济更差了吗？就是很多人收入都难以为继，导致这些该砍的砍掉了。小孩也愿意，你以为小孩愿意吗？他报那么多班也是苦不堪言，结果干脆都砍掉，一砍掉发现好多了，轻松多了，小孩也轻松了，家长也轻松了。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整个的钢琴培训，不光是钢琴这个行业，钢琴培训就直线下降。我有时候就在想，我说这小孩如果他天天练钢琴练得不错，对吧？那就像郎朗这样，但是你说全国像郎朗这样的人有几个呢？大部分都像他老师那样的，在那儿教别人弹琴，那这就是不错了。如果你以钢琴为职业，那不就顶多当个老师，你搞个培训班收学生教他弹琴，他还能干什么呢？而且呢，弹琴也枯燥无味。如果他真心喜欢还好，大部分孩子根本就不喜欢，都是被逼的。所以你看国内市场暴跌，那是有经济原因的。那归根结底还是钢琴行业这种野蛮发展，这种粗制滥造、粗放式发展，没有自己的品牌，对吧？只有量没有质。那你国内市场一不行的时候，这些钢琴行业就歇菜了。如果你造的钢琴大量的出口，对吧？美国市场、欧洲市场、日本市场，对吧？你把雅马哈给搞倒了，对吧？你的质量、你的性价比、你的品牌，那这个也能活下去。为什么就活不下去呢？就是因为你叫低质发展，假冒伪劣，粗制滥造。人家俄罗斯人都不买，这俄罗斯人喜欢弹钢琴，对吧？他们那个也是钢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市场。中国这个钢琴市场纯粹是因为一个是考试加分，一个是经济好了，家长想追求所谓的素质教育。实际上中国人对这种音乐的需求，我不敢说全球最低吧，绝对是倒数的。所以你看这钢琴行业，它就比房地产还要惨。你房地产还有一个住的功能呢，对吧？还有咱们房地产还叫刚需，那你钢琴有刚需吗？它叫钢琴没有刚需，所以这个行业遭到灭顶之灾，也是情理之中。所以我观察它主要跟经济有关系。如果未来经济好了，这家长又开始嘚瑟了，那又得给孩子报各种叫兴趣班，什么叫素质班，报学去吧。因为整个社会就这样，就别人都在学，你也搞不清为啥要学，这叫盲从。还有一句口号就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，也不知道起跑线在哪，也不知道起跑线输是怎么输，搞不清楚，但是都这么说。所以说都是抱着一个试试看，心诚则灵的这么一个态度，对吧？但你看到别的孩子报10来个班的时候，你们家孩子一个班都没有，你感觉好像有一种压力，无形中压力就来了，焦虑，这都是跟经济有关系的。现在经济不行了，那家长在这个方面开支卡得很死。大家还记得吧？还有个电影叫《钢的琴》，我觉得那电影还挺不错的，反映的就是东北上个世纪90年代大下岗，主人公他的女儿想学钢琴，然后他们正好是钢铁厂的，然后他父亲就联系工友，有人负责设计，有人负责什么这个工种那个工种，他们深深的做了一架钢的琴。实际上那个反映的就是经济低迷、大下岗那个背景下，30年过去了，现在又是这样。所以说不光是钢琴行业，实际上这个兴趣班这种培训这个行业都一样，日子越来越难过。那其他的小众的乐器，对吧？小提琴什么其他那就更差了。还有一些运动类的，对吧？你比如说这个跆拳道，什么乐高课，乐高课叫编程，你说叫的挺吓人，从幼儿园开始就是把你变成码农了。然后篮球、羽毛球、游泳，还有人学击剑，经济低迷，这些都要萎缩。然后呢，孩子还越来越少，那就进一步萎缩。所以说最惨的时候还没到，就是这些行业就围绕着小孩的这些行业，最惨的时候还没到，对吧？你服务的对象在减少，但是你的竞争对手并没有减少，那大家就接着卷吧，看谁能扛得住，看谁最后关门倒闭。所以这个文章最后说转到老年人，老年人学钢琴的越来越多，这个不能否认，老年人有这个消费水平，有这个消费能力。老年人学钢琴，课还没上完的人就挂了，对吧？这种夕阳产业又能红火多长时间？纯粹也是个噱头。有很多人呢，年轻时候的梦想没能实现，老了有时间了，对吧？想弥补一下缺憾，对吧？想重新找回自己幼时的梦想。比如某些老师，对吧？学人体摄影都是这种心理啊。但是你指望他学成什么样，那个多虑了，对吧？你靠老年人带动这个钢琴行业，那也是想多了。那不过是一次集中释放。所以说来说去，无论这个行业还是那个行业，就跟2个原因有关。一个就是经济在下行，经济下行，你什么行业都不行，对吧？都受影响，无非就是哪个先爆，哪个后爆，水分大的先爆，泡沫多的先爆。第二个就跟人口，对吧？小孩子越来越少，你围绕着小孩子转的这些产业，都必然会受到影响。简单的说，也就是好不了。所以说，与其说钢琴行业比房地产还惨，实际上呢，恐怕还有其他的行业比
钢琴行业还要惨，它只不过是影响比较小，大家不怎么关注，黄了也就黄了。而房地产这个毕竟占国民经济 GDP 比较大，上下游加到一起恐怕有20%多、30%，那这个影响就非常大。简单点说，随着经济低迷、经济下行，随着新生儿这个出生率下降，很多行业正在悄无声息的暴雷，只不过你不在其中，所以很难体会的。钢琴行业只不过是其中相对受众比较广的一个行业，哪个行业都抵挡不住这个经济低迷、经济下行，这个含义它只会吃到，不会缺席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